大家好啊，又嚟到思玲教學啦。今日咧第26集，咁今日咧就唔會講好似平時咁講股市啦，會講下個樓市啦。但係咧樓市其實都係經濟嘅一環之一㗎。咁其實咧今日就會講嗰個樓價幾時同埋因咩會跌啦或者升啦，同埋喺樓價究竟會唔會繼續跌㗎？好啦，咁咧而家咧呢個問題咧就可以歸咎於咧幾個主要嘅原因，有啲原因咧就唔應該用嘅。嗱，我哋分拆翻咧，咁可以咧摸到個升勢或者跌勢啦。咁啊，最重要咧，其實咧，樓市咧，整體成個樓市啊，環球都係㗎啦。就咧，最主要咧係因為個經濟嘅。咁經濟帶動嘅時候咧，樓市就會升啦。咁其實咧，經濟帶動嘅時候咧，人均收入又加咗啦，失業率又跌咗啦。咁其實咧，連投資咧，就到處都得嚟咧，我投資所需嘅回報咧，都多咗嘅。好啦，攞96、97年為例啦。嗱，96、97年咧。係嗰陣時咧，成個亞洲嘅經濟咧增長非常之驚人嘅。咁啊講緊咧嗱，大家 review 翻，即係諗翻嗰陣時咧，其實咧個個都有工做嘅。咁啊周街咧都係揾工跳槽嗰啲啦嚇，啦啦嚇。咁咧嗰陣時咧淨係講緊咧我就只係驚自己揾到好工，唔驚自己冇工做嘅嚇。的士咧就飛的，即係拒載嘅。咁周圍都投資機會嚇，所以周圍都執到錢咁樣。咁啊，連擺喺銀行度啊，都7厘半啊！咁你話啦，有咩辦法咧唔升咧？經濟帶動信心喺度，周圍啲投資機會，有資產嘅嘢，有價嘅嘢都會炒上去嘅。嗱，嗰陣時咧，樓市咧就用1年之內咧升咗差唔多90%嘅。咁咧呢個重要啦。第二咧，91樓市咧嗰個97年嘅時候咧，其實就爆啦。之後咧未好翻咧，就撞直911，再想好啲咧，又嚟個沙士啦。之後咧插咗落去咧，成個樓價插咗6至7成。咁嗰陣時咧係主要因為咧成個經濟動盪啦，市場咧信心盡失啊，信心失咧就冇嘢可以投資到嘅，即係全部有價計咧都照跌。嗱，呢個同經濟係非常之吻合，我哋要搞清楚呢樣嘢。經濟係帶動個樓價，因為樓價本身都係個投資項目嚟嘅啫。好啦，嗱第二啦，息率嗱有啲人咧話等加息啦，樓價就跌啦。嗱我呢個同大家睇下啦。嗱最主要咧呢個係一個誤會嚟嘅，最主要咧。加息嘅時候咧，其實有幾種手段嘅。加息係一種嘅財政手段啦。加息咧就會令咧嗰個吸引資金啦。另外一邊咧就會令到個貸款加成本又即係按揭成本亦都增加，咁啊樓價咪跌咯。嗱唔係嘅，加息最主要幾時出咧？就係經濟嗱有證據啊，佢哋滯後嘅你已經有證據顯示咧經濟咧好熾熱，咁啊想冷卻佢減慢啲，拖長嗰個經濟升嘅週期嚇。跌嘅時候跌到好犀利，有證據顯示之後又係滯後㗎，就去咧減息，令到咧冷卻經濟咧熾熱翻啲，咁咧佢哋係冇條件咧令到咧成個週期扭轉嘅。咁嗱呢個咧就為例啦，96至97年咧咪升到冚冚聲嘅。嗱紫色嗰條線咧就係咧最優惠利率，即係 P， 藍色嗰條咧實際嘅就係實際嘅按揭利率。嗱嗰陣時咧就係咧越加息就越升嘅。嗱有咩辦法咧嚇？越加息一路就升上去個樓價，升到97年中添。好啦，之後咧仲要講埋 P 加，即係咧 P 都唔夠，呢度10厘嘅，仲要 P 加，即係啲供率11厘都仲要升嘅。好啦，升到最尾啦，跌，咁減息都嚟唔切啦，因為向下，我其實唔想佢跌，我想佢升慢啲啫。一路減息減，紫色一路減到5厘差唔多，仲要講埋做 P 減。到而家都 P 減㗎，成2厘半，咪又係繼續跌，係嘛？所以咧呢個咧成個週期冇講大話，呢個數字嚟嘅，歷史話俾你聽。你 check 翻咧環球嘅指標，有邊個咧係加息週期嘅時候，經濟向好先加息㗎嘛？咁啊樓價所有資產都繼續升嘅。經濟向差先減息㗎嘛？咁所以咧你減嘅息咧都仲係跌嘅。咁最尾都係 back to 翻咧個經濟有冇增長有冇信心喺咪度？所以經濟先係重要啦。第三，供應需求就係第二個主要原因啦。嗱，香港咧就供應需求不行啊。點解咧？因為咧香港好似好多地咁啦，但係咧有啲係偏遠啦，有啲山區開發唔到啦。好啦，香港呢個集中地咧，其實好似美國嘅 Manhattan 啦、英國嘅倫敦咁啦。其實咧一係集中地嘅壞處就係咧集中地咧就更加貴，出邊嗰啲咧就好平嘅。所以咧就變咗某一笪地方先炒得，其他都冇人肯住嘅。就算偏遠啲開發到嘅都唔住就係個問題就係咁啦。C 就係咧豪宅同唐樓咧爭一條街嘅你睇下 Elements 嗰啲就知啦，一望過去爭條街Elements 嘅景係望咩咧？望唐樓，唐樓嘅景望咩？望 Elements 咯就係咁奇怪啦。咁咧最主要問題就係點咧？香港地方好似好細嘅，但係荃灣出中環咧其實30K 啫嘛，揸車到㗎啦即係如果外國，但係咧荃灣去中環咧。哇！好似成個鐘咁樣，好似天淵之別咁樣。但係香港就咁奇怪啦，你隔一個區咧，
細細個區咧，你用腳行咧，可以行咗幾個區嘅咁都得嘅。咁咧，所以呢啲樓咧就咁奇怪咁貴，有啲樓就好貴，偏遠啲咧即刻就平到傻啦第四咧就係 D 咧，就係衛星城市。嗱，譬如點咧？呢個就係 Manhattan 個景嚟嘅。嗱，你覺得 Manhattan 貴咧？其實咧你可以搭橋，即係住遠啲啦，整條橋，即係去到第二度咧就變咗去 Jersey City 咁啊，即刻平好多啦。咁變咗 Manhattan 咧，其實咧就可能個集中地，我有你啲金融啊、啲 I-banker 入邊翻工咯，係咪？我喺出邊啫嘛，我就算要翻工，我住喺出邊，我再入嚟 Manhattan 翻工 OK 㗎，係咪？我唔使揸車添，我搭subway 即係入去地鐵入到去入邊㗎啦。但係香港就搞笑喎，因為咧香港咧成個就衛星城市啦，我住喺元朗，就算住喺中環，都係住喺香港入邊。我再偏遠啲，就去深圳同廣州就變咗中國文化啦，即係回鄉證啦，過境全部唔同嘅，好煩嘅。咁變咗咧呢個香港呢個衛星城市咧就唔似得好似美國咁啦，變咗咧孤立無門變咗有錢嘅、冇錢嘅、高薪嘅、唔高薪，翻工唔翻工，老人家細路全部住咗喺香港度。你一過去中國咧就大件事，因為第二個環境嚟，唔同美國咁嘅，所以咧全部喺個香港度咧地少人多，又係價格升啦，呢個就主要原因啦。好啦，咁香港嘅政策可唔可以反轉個趨勢咧？係唔可以㗎。嗱，出辣椒咧抌落嚟咧都唔可以嘅。咁最主要咧係因為經濟問題啊嘛，好似嗰個97年嘅時候啦。97年嘅時候咧，撞正咧，其實咧，都香港咧嗰陣時，董生咧就出咗加息啦，由 P 加啦，由85000啦，其實越嚟越升啊！好啦，升到有一度，你越出招越升，等到個經濟真係向下，其實嗰陣時係講緊對沖基金追擊泰銖，令到咧亞洲嘅全部有資產有價格嘢咧都跌，更高嘅價格咧更跌。咁香港嘅樓市你話係高定更高咧？梗係更高啦。咁所以咧即刻咧就沽壓沉重殺落嚟啦。咁你一出招出到最頂嘅時候咧，梗有一招係痛釘嘅，咁就係85000呢招啦。咁政策咧其實咧一出都係好嘅時候咧，出啲差即係利淡嘅政策。差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放寬翻嘅，永遠都係咁。呢個財政手段讀金融嘅經濟全部都知道㗎啦。咁所以咧85000咧係啱啱遇着剛剛咁中咗招啦，即係85000每年放85000單位啊。之後咧樓價跌，咁啲人咧就歸咎於85000啦。咁點解冇人問下索羅斯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所以咧政策係唔可以反轉，而家都一樣。好啦，最重要咧其實個國家貨幣嘅貶值啊，咁就係香港咧同美元掛鈎啦，令到咧個貨幣貶值。仲要咧，美國係咧零增長或者0點幾增長嘅 GDP， 但係香港咧一路有正數增長嘅，個差別太大，即係我銀紙又貶值，我仲要投資喺第二度咧，其實升值緊，個經濟本身升值緊嘅。咁其實呢個差別咧，令到咧我要投資兩樣嘢，一係就黃金，一係就樓。嗰陣時咧，日本都係咁嘅，房地產啊同埋黃金啊。咁所以咧樓價有咩辦法唔升咧？嗱，如果咁嘅距離咧，變咗我揸港紙咧，每年跌6至8%，4年嘅 QE 咧，其實咧總共跌咗3成嘅。邊個還翻呢30% 俾我先？我唔投資唔幫自己，唔通等政府6000蚊咩？好啦，出極招，所以都冇用嘅。出招都係大前提話俾你聽，邊個賠翻我港元貶值俾我？你又唔脱歐係嘛？樓市一定繼續升嘅。好啦，呢個就主要嘅問題。所以中國人民幣都係咁㗎，因為咧佢都係未升值得夠啦，所以咧樓市一有放鬆嘅又想升上去嘅。好啦，最尾咧呢個供樓負擔比例咧，大家分清楚，呢個唔係原因，係後果嚟嘅。好啦，因為咧可以點樣用咧？其實咧供樓負擔咧，其實咧喺高嘅位咧，譬如94至97年嘅時候咧，都成80至100% 嘅。講緊咩咧？如果100% 嘅話咧，即係我賺100蚊入人工啊，我咧就100蚊攞晒供樓嘅，係誇張到即係咁樣嘅。咁咧最高咧去到112% 啦，咁之後咧就見頂跌落嚟啦。但係咧留意啦，見底嘅時候咧冇人因為哇供樓負擔去到19.5啊，所以要炒上去啦。多數都唔會因為咁嘅。20都係低，25都係低啦，係嘛？但係咧而家睇翻而家呢個情況咧，原來供樓嗰個負擔咧得4成至5成嘅啫。不過咧可以做個參考，但係咧當嗰個人均收入個差距越嚟越大啦，即係個 M 型社會啦，有錢越有錢，窮嘅越窮嘅話咧，咁嘅時候咧呢個咧嗰個效用咧就較細啦，因為咧可能冇錢嘅人，我係買咗啲細樓，咁唔準啦，係嘛？我有錢嘅人就買晒大樓，咁又唔準啦，係咪？兩個極端嘅時候呢個咧就唔係咁準，不過咧可以做個參考啦。好啊，最尾啦，而家我睇翻而家啦。而家實例，政府出現一招又一招啦，樓市會跌嗎？係啦，咁咧最主要咧，其實政府出第一招嘅時候咧，小弟咧就買咗我自己嘅第二個物業啦，自用嘅嚇，我唔係炒㗎嚇。咁咧最主要因為咧出第一印花稅一出咧，就只會令到供應減少嘅。
係嘛？啲人都唔放樓，供應減少，咁 demand 喺度啊？肯定喺度啦，個個都結緊婚，搞結婚嘅公司全部即係個個諗住爭住搞啊，冇錢好似好易賺咁，個個諗住結婚。啊，第二咧按揭入息嗰個比例啦，同埋嗰個按揭成數咧減低收緊咗啦，令到啲真正用家但係負擔能力低啲嘅咧冇辦法入市。嗱，真正用家一路係入唔到市㗎，但係只要咧嗰個咧港元繼續貶值，經濟繼續向上咧，嗰個差距仲喺度嘅話咧，我稍為冇負擔，我買得起樓，我一定繼續買㗎，因為冇人幫到我自己㗎啦，即係有錢嘅都係咁諗㗎，冇人幫到我自己，或者佢有多錢到我想投資嘅都係一樣啦。好啦，最後咧經濟繼續向上咧，投資信心喺度，所需回報繼續增加，我一樣要投資。最大前提咧就係港元貶值、經濟向上，同埋咧嗰個supply demand 失衡啊，呢個就係最大問題。好啦，咁啊，除非呢三樣嘢可以扭轉翻啦，譬如咧脱歐啦，難啲啦嚇，供應同埋嗰個 supply demand 失衡可以補翻啦，又難啲。嗱，除非咧就係等個經濟向翻下啦，正咧會跌，咁你會繼續升啊。不過咧，似乎咧其實仲要得升嘅。不過你諗翻啦，如果你升嘅時候，你其實自用10年20年嘅，咁冇所謂啦。但係你自用得嚟諗住1、2年又諗住沽嘅話咧，嗱你諗住印花稅喎，因住喎，咁啊可能你就take 翻個風險啦。所以啦，嗱希望咧今個嘅教學咧，俾大家咧了解翻咩原因真係會令到佢升啦，個樓價升咩原因就係令到佢跌，同埋趨勢大概係點樣啦。咁自己可以有個分析，自己了解翻。嗱，希望大家中意呢個教學啦。我哋下次嘅教學可以再見大家，拜拜。